偉大的友伴，馬可福音9章5節，彼得對耶穌說：拉比，我們在這裡真好，我們可以搭3個帳棚，一個為你，一個為摩西，一個為以利亞。最偉大嘅友伴，經常都係喺歷史中去揾到嘅。如果你係熟悉你嘅朋友，佢哋就永遠唔會離開你。彼得同耶穌一齊登上高山嘅時候，佢嘅思想亦都隨住身體攀登咗理想嘅高峰啦。喺嗰度，佢見到歷史上最偉大嘅友伴摩西、以利亞，仲有佢哋二人所仰望嘅基督。呢種靈性嘅高峰係難得喺生活嘅平面上邊達到嘅，只有喺思想同埋精神嘅境界裏面，先至能夠結交到呢啲寶貴嘅友伴。普平19世紀中，塞爾維亞裔美國物理學家同埋發明家，喺年輕嘅時候就離開咗本國去到美國啦。當佢再次入境嘅時候，移民局嘅官員就問佢喺美國有冇一啲朋友嘅呢？佢就回答話啦，有嘅，好似係富蘭克林、林肯、斯托夫人等等啦。移民局嘅官員就俾佢入境啦，因為佢係諗，如果呢個少年人已經熟讀呢啲偉人嘅事蹟同埋著作，一定能夠做一個好好嘅公民啦。其實要認識世界偉大嘅人物係唔難嘅，要同佢哋結交亦都唔難。佢哋係喺書本裏邊好耐心咁等候住你㗎。聖經中就冇記載耶穌細個所受嘅教育。有啲猶太人就話啦，呢個人都冇讀過書，點樣能夠明白書呢？其實由耶穌嘅言行，我哋知道佢係已經熟讀舊約嘅記載嘅，甚至能夠隨口而出引經據典。佢係以讀書為得到智慧嘅一個重要源頭。現在有一啲人就以為咧，書本係叫人驕傲嘅東西，反對讀書，咁樣就無異於將自己關閉喺思想嘅牢獄中啦，亦都失去咗結交歷史上好多偉大友伴嘅機會。主啊，求你開啟我嘅智慧，令我能夠善於選擇，喺歷代好多聖言中擇善相交，令我能夠由呢啲寶貴嘅友伴中去學習，更加與你接近。阿門。